占地14公顷的劳动部分家南分署设有电机、电子、硬件加机械电视的场馆，参像一间学校同款。这3年来培训超过2600名学员，结婚以后的就业率将近90%。不仅协助民众进入劳动市场，嘛实际弥补企业人才缺口。其中对完全无经验投入冷冻空调的陈雨桐，虽然是女性，拄着要搬动有较吃力，不过靠着一份热情甲兴趣，才经过搬动的积分，已经摕下3张证照，其中也有1张1级的技术，目前已经会当实际到民众厝内保养维修，相当无简单。做这一行其实是蛮辛苦的，但我觉得这都是还是得自己要有兴趣，才能从事这一行。那我是刚好从事到这一行之后，我觉得学习到蛮多的技能，那我也觉得也挺感兴趣的，所以我才从事，也乐在其中啦。对。有前景吗？还蛮有前景的，而且其实，在冷冻空调界这一行里面，其实可以学到更多不一样的，不一定说只是装冷气这样子而已。那你也可以学到很多原理上或学务上的知识。活动的时间对无到演有3张证照，嘛互雨桐相当感谢分署的资源，可以跳脱性别的束缚，成为专业的技术人员。目前伊已经申请公司牌，要家己创业，迎接新的职业。这里还蛮多资源可以运用的。其实这里的资源就是，比如说这里的学习工具、机具都可以让您使用。对，师资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都是还蛮专业的。对，像我们的老师陈宏毅老师，他在教导上都是蛮用心的。对。雨桐的好表现，除了要互其他找头路民众有机会像伊同款先学习一技之长，其实伊翁婿嘛已经打算要来学，为翁仔某共同创业的梦想来持续努力。咱的新闻，阮是何超邦采访报道。